先生，到此之中多疑有变，请先生方丈代查。哎呀，那边好大的院子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一发带我才行才行。先生其实那边是去不得的，恰是为何？这里面是这一个崔相国的夫人和莹莹小姐。崔相国家眷为何不知官意，恰来包杀举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只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扶摇邻居，为转柏林援军，路上百姓故而三事积聚失踪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夫人平生世家年金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。张先生，请。好，请。红娘，小姐开了酒门。晓得。哎呀，太子女婿来了，遇上了多也不便。哎呀，这怎么好？哎呀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到这里躲一躲，躲一躲吧，张先生。哎呀，小姐快来！小姐你看，那边晚些我泡灭去，快来呀！啊，红娘你来看。只听得哩哩应声，花外转。梦船前夫
小姐，正是财富一应小姐。那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。张先生，我师傅随条回来，请先生方丈备茶。啊，小师傅先行一步，小生随后便到。此次先生就来。哎呀，妙啊！你曾一心参风面，才年夏天冰云边，幼女挽袖斜面点，应当端在吃开颜，结我要子教育原是谁侣，在晚风前，用子分经过了万千，是这我男生儿几曾见，我眼花缭乱看难言，闻铃儿飞去半空天，又变了万望宫殿，才想到这里，生心。身在春山到浦东，门从关，相思中。花落水里红，烟在万中。为夫女一远东。一面啼花不落衣，风飘外地，真在神。常开开燕在门，深院夫人西上城。小姐，我跑去送我的晚上晚上。是的。哎，小姐你看。
去好不好？小姐，你们回去吧。约定生相冬天，此地空余杨柳叶。梦见了梨花深院，本将人高是青天，恨天不与城上边，张金带了一马心。正当他领去功，那一桩，哎呀，金凡事哦，定把这贪官相思平儿传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萧师傅，张先生，我师傅已经回来，请先生方丈带上。好，萧师傅，请。啊，萧师傅慢走。原来是红娘子，红娘子有什么事吗？奉老夫人之命，当天再见，不知长老可在房上？我师傅正在房上。只是有劳萧师傅领路。好，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呢。张先生，请。既然这位小娘子当天在见，小生同去不便，就请先引一步。好，此次稍备了，红娘子随我来。小娘举着三端杖，写不见官员秦王。方才是成功引领花间事，如今是看我家中妻是郎，他引桥来望望，聪明伶俐多心肠。上台与多情小姐同空去，还需要引进文儿小妹相是了，小娘子当天再进回来，必定从此经过，我不免在此等儿与他，如何不可？他来了。小娘子，小生这厢有礼也了。先生吩咐。我们小娘子该是时候应应小姐的侍女红娘姐么？我便是何老同伴。小生有句话
管什么？言出事先不可乱发，一是人儿夜里难把。请说吧。这个。哦，小生姓张名公，是军贼，本官姓人氏，年方23岁，真就是缺了知识节省，并不准。嘿，问你嘞，你不是说你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？哎，这位小娘子，你家英英小姐，她可查出来这么？哦，出来便这么样，哼！夫人在草林边上，自家年纪小一方，三穿三尺动子背，我早不管谁中堂。先生你的情我不，我要细细等端上。小娘子，比比分言是故虚，都是人真光把你忘，从今须得不乱讲。宋继黑，你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就不要复问。你要是复问啊，陪老夫身本子，你何一场？真是个书呆子。听着吧，心沉长，一天头上门肩上，小姐呀，你心中察觉老玄帮，你不给领去为土房，今生上不和你做平头脸，难道我前世少了团与香？红娘啊，你年纪小，心气大，为什么人生命上？哎呀，红娘啊，张郎杀去相为貌，女小姐来在你貌真相当。红娘啊，你不忠美，我便不把小姐想。红娘啊，你可知这是良心的债最难偿？唉，整杯茶叶满身，长须短叹，我前颠倒真水长。是了，我不免向和尚借得伸手一记，早晚也好再见英英小姐一面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就是这个主意哟。进宫，相公，我刚知道你是伪造的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进宫，相公，天色不早为天忙，端去迎礼何属下？官到庙堂，在哪里？此在床当。
只见听发冲所言，是一名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，切记今夜要把风情他才来迟。我定能看到十分清楚。梦听得竹门儿呀的一声，蹦过去城里来，一相心声。我的大姐姐儿仔细聆听，呀，妙啊！比那是初见日月细真。我听小姐她所告是什么？一直想冤枉我，早生天堂，儿子想冤老母。8年才长，三子想见小姐欢喜满满，我难讲。小姐，为什么每月到了这第三次相亲没有忘了？带红娘来替你做牢房。愿小姐早配鸳鸯配个，万事在有长远郎。宫里人们问人心，小姐把言真上。阿红娘，你看，今日月色好不明朗。是啊，今日月色好不明朗。阿红娘，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，今日可与老相公做好事，你倒是问了没有？我问过了，长老在本月
实不是谁公之身，可以老相公做好事啊！小姐，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来了。什么好笑的事？先生，老夫人命我去当天采集的时候，碰见那人在出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的红娘生。小娘子不是殷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？也是。小生心脏民工是群才，本官西路生时年方23岁，正有17的知识前程，并不曾娶妻。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嘞？谁问他嘞？他问唤着小姐的名字是上出来走嘛，被红娘好好的抢不了一顿。红娘，你不强迫他也罢。我不强迫他，不知道他还要说些什么疯话呢？红娘，你告诉老夫人没有？红娘们不曾告诉老夫人。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小姐你看，一到冬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有贵无言伤心事，心在深深也叹着。呀，小姐为何有此状态？仔细想来，小姐此态必有所过。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，高明一些，看他是何？永生永永年，花影细细沉，此后临鳌旁，不见有众生。天想就有人名字，小心，这是隐形的事，就是那个23岁不能娶妻的傻瓜呀！哎呀，好庆幸的事啊！小姐，他演得好吗？来归生节目，无惧不方寸，了得。小姐，我和你不诉衷心，家乡儿到天明。也是了他老夫生出来，回去吧。
生小姐，请为王安息去。长老，你也辛苦了。儿啊，这位娘嘞。长老，法师真的做完了吗？是啊。小姐，你可是一夜都没有顶过。哎呀，长老，你多做也可不好嘛。哦，张先生千身一命，你也给魏王谢谢，老身也要别顾了。怎么？天凉了。横杀女人关去帐，多虑片刻帮他，有心真是无心好，多情恰问无心难。小生连月来才是高抬。好，李老夫人知道。这是因为我辛苦水天马夫人啊，夫人大事不好了。怎么了？你虽将生媳妇等于5000人马，将士们团团围之，口口声声要怎么样？要抢银银小姐，主公压在夫城。母亲，这真生得了，长老，这真生得了哦！夫人，可要报与小姐知道。母亲，母亲。老夫人，师傅，外面是兵夜逃，怎么把小姐送他？他们是要
现在本是太平之际，别人岂肯争过人中一生？自己这是这了的娘啊！三层里第二的名。何不问过汉人等，才有高见，共杀一个太平之计，他此大难也为可知啊！母亲，儿令一计在此，儿有无知，三有生能配得这兵的，儿心愿与那英雄。结为婚。小姐，对，谁不能门当户对？早晚将是血雨三人，我的儿，母亲。才是奸贼不得不我恨心上烧焦为君见家叫长老你想量啊下去，可是三等有才能推得这兵的，老身做志愿，倒霉长命，将小女去他为老身生命无言真成婴儿。还是人等听在，如今尚有人能推得这兵的？老夫人做主，竟愿倒背葬烈，将叶小姐与他为妻，与他为妻。
先生乃是老寿的亲戚，他倒有退兵之计。先生给我退兵之计。方才听长老当众小谕夫人之意，小生于何处生说，同在危难之中，故而愿先退兵之计。只见先生仁义，方才与长老言过，有谁能退得这兵的，老身做主愿将小女隐隐与他为妻。夫人言出之善，小生你也不容之，此事但请宽心。长老，此事退兵，显得坚从长老。老身野蛮无用，怎能退得这兵啊？不必惊慌，去到中垒之上，小雨出人。就是夫人言道，小婿小伯在身，道场功德闭没，送与将军，只怕与君不利。请将神马参退你今日的3日之后，功德圆满，小婿完了结果，方能送与将军。那3日之后又当是何年？夫人不必着急，小生有一步有，心都明确，号称他马将军，统领10万大军，征随不怪。小生与他有800之交，一封收去，救兵必到啊！杀得把马将军先来，何日一个生水府？夫人但请放心，请先修书过来，书马早就修好了。小姐，他看他不成，也真难为他了。此次多谢先生。今日老夫人相亲，可话也必得客人嘛。哎呀，张先生，我请大王不为情，我虽诚心比众生，今日眼前我的他，新贵人不盈盈，上上批评。我战功也有节操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为什么看着地下的日光走来走去呀？红娘子呀，小生卡中少了一名金儿，故而见得上光，看看我的衣冠成了几针。原来是来为孤影，真是个风我山顶。红娘子，你看看我这两鬓时候啊！你光与我到长里，算来算到牙根。红娘子，小生卡中少了一门天命，正好去见老夫人。你配一个金将人，两万功劳是红顶，先是小婿心中十分真，总是为先生胸膛大胆比。张先生来了。夫人在上，张公天堂，我定看眼神色惧，只见他不恨不动，低头
正是个几时老婆婆今日成妹妹哥哥，我今儿的在心儿苦，满口娃儿难倾诉，长转这一幕，恰摆着眼睛做什么啊？正经哎，是儿啊，上天与你姑姑把赞，儿啊，他上天与你姑姑把赞呐。他记得眼不下这牛眼睛骨，他起了这好子挂住了乱哭。先生，请我应四妹。梁嫂，红娘进了杯子。红娘，请你家小姐陪酒一杯。放在手小声梁嫂，小姐，这烦恼怎生得了？而今来闹难与夫，他的是就是两真内户，我有心想把衷肠诉。真内母亲在旁边，张生啊，你无怨我明白，你我从此只差天涯路。张先生，你我几位知青实是可惜，且请张先生莫因四妹。见到他脸上笑不哭，我知他脸着头长，那比你最多。他一封诗信把这病苦，他不想爱想什么。是你家小姐。是。小生醉了，告辞。且慢不恭。夫人更是，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先生有话请讲。先生，孙飞虎为了日月，边陲长征，夫人人生不能可忍，能推测兵丁，就将英英小姐与他为妻，是有这句话吗？有啊。当此之事，又是谁天生而成？是张先生。是谁先下书信，请来把马将军推下这笔？先生有救命之恩，怎奈先想过在人已经夫人请旨，驾兵结位，今日小生所为，
夫人立改经受协议，将英英小姐西于小生，为我何以兄妹相称啊？张先生，小女终身先想过这日，甚至许了老身的那日成恨。先生他有所信到来时，接着受到他日来时将老身何以为对哟？夫人原来是这个主意。请问夫人，要是把马将军拨来，沈飞虎公算府里，请问小姐有时候得配于领着成恨你这个张先生，自己我情愿都已经不相称，愿你另聘高门，实为良理。夫人，当时小生天生来臣，岂为推动你的贤才而来？哦不，你太小量我张公先生，高抬张先生不必如此。哦，张先生，你我几位之亲随其先生一日西厢，以便提督报德。红娘，哎，张先生在了，快送张先生速往安息去吧。明日必有华生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少喝一杯不就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也无度，我喝什么酒嘞？小生之间小姐之后，非情忘财，谁搞不得别人强瞒不过你呀？先生那封书信本不做到，这是你家夫人当一品太君，金口流言谦虚婚姻。红娘姐呀，这不仅你我二人听见，两郎说罢声说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天菩萨都听见的呀。如今你家夫人活人变卦，这叫小生心情极穷，本无面目。我只有在你红娘姐跟前行过事情了吧？说什么话？夫人有言在先，事情反悔了。我说先生听了生气，就是红娘听了，也是为先生不平。红娘姐，你既有不明之意，何以教我啊？是的，女神，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事，小姐未必一般心事。也罢，待红娘相公发儿，是你小姐一同行诉。杀到红娘姐如此，小生生死不啊！张先生。伤心胜春秋，两小托衣是听经。事情在于张生压定，他在西厢月下担惊，我与小姐们到花园烧香。怎么我进到花园，他还没有来呀？等我唤他一声，啊，小姐快来！小姐，你看今年月色多好啊！月儿啊月儿，你又出来做人啊！望晴空冰冷。
给我带起钱来。莫非是他？啊，红娘，你听，这是什么香啊？哎呀，红娘听不出来。啊，小姐，你是谁呀？我不是不要的宝鸡玲珑。我不是群徒的官拜叮咚，也不像我不是风吹天马眼睛痛，我是大白皇宫的一民众。也不是。啊，小姐，这声音好像是在哪边呢？你再仔细的听啊。我在里见身体，身在相东，情原来心想的人儿离是小姐，你在这里吵响，我去碰碰老夫人，她睡了没？他不做铁骑刀枪把仗生用，他不要给上我立功，他不称高啊把风雨弄，他恰是
儿女地狱在小场中，他死亦穷，还必穷，独自为搅乱子宫三次用，他求必中一通，真名是把老飞过西东，断瓦一球断肠叶，只因起舞此心同情在我眼中。向外时有生息，定是小姐，待我在师台也穷。唉，携着司马相子正旦一曲，明月望九啊！小生习惯似曾相识，这是小姐你哟。哦，这当局又是何比得上你呀？啊！我今便将此曲打来。好将我四海俱亡，无奈家人我不在东江，张起待遇玉树中长，不得与哟死论亡。办得好，是办得好啊！妻子爱起一起，叫人听了不觉泪下。唉，夫人忘了你万责罢了，这是小姐你呀，你却不该说谎哦！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这个你错冤了我啊！恩亲娘她变了花样，自认空，真怪我当儿女把你欺弄，闺门里他负责副业教女工，欺用我女儿家，欺乱龙。母亲啊，你开过隐性农神通，那工人将儿聚通，从今一道分将儿隔断了云山，千难从此一道美梦小姐，什么论什么神通，什么高堂，什么梦中，被老夫人知道哪完得了？你这小女子，
真吓了我一跳。小姐不用害怕，红娘是与你做啥的呀？完毕。啊，红娘，时日久了，回房去吧。啊，小姐，正是要醉了，你知道吗？都醉。啊，红娘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然是真的了。啊，红娘，你快去对他说，叫他再日去听。小姐不用时间，红娘即刻就去。回房去吧。哦。小姐，你多留一颗不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今日的与小生为娃不好吗？张先生，哎呀，红娘姐，小姐她也来听见讲了些什么啊？哎呀，张先生，你却相思谈恩了，他只因杀妻子。红娘子想搞些什么？小先生，这是先生此几天。小姐她只有接连之心啊！红娘子呀，我这里有个金条儿，快把红娘子寄小姐啊！这无可不光。要是小姐她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红娘，这是谁的言语？谁叫你去哪来的？你这个小女子尽管这样无义，是什么要吃掉儿告诉老夫人，他不要把我当个官司。小姐她绝不会是此，这是红娘姐，你不肯与小生带去吗？也罢，待明日多准是这么陈谢红娘姐。我是偷渡你的财物是来的吗？新在家卖弄家事，身上把我红娘多伤事。我才是女儿家与子去，难道是贪图你财物才到此？呀，红娘姐呀，小生说错话了，说错话了。你啥子？可怜我这个傻小子，舍不得我还替你想法子。好，就依红娘姐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是可怜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吧。这边才是。张先生，这上面写些什么呀？红娘子哟，心心句句怀问句，后些无言八句字，一人一佛同心字，这些鸳鸯成双子。这什么心情书的哟？一听见丢弃了女儿的心思，小草换生死状，自分永此。
张生啊，张生，你也太大意了。张生如今几次事件，叫人看了不胜感慨。我要服他一些，有恐被人知晓；啥不服他，哎呀，又叫人割舍不下。红娘，过去的事啊，就不必再去提他了。红娘，我还不曾问你，今早你到西厢去，那张生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不是，你快说呀！不是，哎呀，好姐姐，你快说呀！小姐。那张生睡得真难过，不是啥办，怕公他不曾变成这个样儿，一个亲姑太医与他款款真儿啊！你当他生什么病他是谁也可把家计看，因此才低情于帮参，啥要想性命的恩险，势必小姐举口艰难。红娘，他这种胡言乱语，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。幸亏你的再问，是叫别人听见，整什么话呢？小姐，你叫我去看他，我叫你去看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与我别异呀。哎呀，小姐，张生他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？要不是老夫人许了又拉，人家官这样讲，官这样想嘛。谁是我家亏负了他，他也不该如此。哎，罢了，待我三顾见天儿去维系了他，也是。
死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些什么来？这样不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是不小心为失了他，以后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你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小姐叫你去看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，以后这般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，红娘就是连命我也脱不了关系。拿去，我不拿去，快拿去，我不去。你这小妮子好没有分晓，小姐。这个心儿往哪里去不是你今日里审问大典，我红娘一生光担着风险。巧语花言，背地里受来可怜。你管他是心儿上人龙归，不对我好心肠双数的意见。我要是不去吧，有什么会熬他？这是上身，往下等着我的委婉。朱红娘不是，只好到书房走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红娘姐呀，事情怎么样了？哎，我要杀了，不及时了，不及时了，小姐恼了。小姐她怎么会恼呢？一定是你红娘姐不肯用心哦。是我不肯用心。哎呀，张先生，天在对上你，你那部线条写得好啊，好。只愿你心生明鉴，真是我红娘为难。少不愧小姐素相恋，今朝先就办了案。从今儿相为早见面难，劝先生早行过，既来深山。哎呀，红娘姐，哎呀，张先生，再也不必受受你的罪错了啊！他小姐唤我要回去。哎呀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我有谁替小生出主意呢？哎呀，张先生，我管不了你们的事。
啊！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哎呀，红娘姐，你不能走，红娘姐呀！哎呀，张先生，我为了你那个身体儿，小心是差那公子耽误了，你晚来算我。为了你恩情来我，心事儿一了财产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一定要替我想个法儿才是啊！小生失了性命，现在红娘姐身上了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要取我的命啊！哎呀，张先生，经不起他的娃儿多深好叫我做一做人难。我只问他干啥些什么，小心有违心在此。喏，你自己拿去捆吧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故事唏嘘，故事唏嘘啊！唏嘘。红娘姐呀，小姐她有事到来，你何不早说？小生立该定金，接到不行，请小姐施策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红娘姐呀，小姐脑部都是假的，假的？你可知这书中之意？这书中之意哦，这书中之意怎么样？书中要我今夜到花园相会，我信不信？信不信由你呀？张先生，这上面写些什么呀？这上面乃无言是字句，但要细想下，迎风无半开，家乡花影动，你是女人来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不要念了，快解语我听吧。好，等我解语你听。但要细想下，就是小姐要我约上便去。要是今夜没遇了你，呀呀呀！红娘姐呀，此乃私意，此乃私意哟。迎风无半开，小姐在开门等我。开门家乡花影动，小姐要我跳步向去。跳下。哎，你是女人来，就是小生我来了哦。张先生，真果是这样解？不是这样解，那红娘姐啊，你是该怎样解哎？呀，张先生，真果是这样解吗？相生乃是才私密的作家，这诗句诗往为解错了嘛？啊！好一个小心，连我红娘都瞒过了。好，几人间算数的瞒过一言，好小姐心眼儿怎样刁钻？看起是进了这西门哎呀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小生乃是读书之人，怎么能挑想呢？挑东乡，与红娘两不相关。挑也赢，不挑也赢你们的事我都不管。哎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！小姐呀，小姐，我看你今夜似乎瞒得过我红娘啊！哈。今晚之事，好不叫人高兴，好不叫人高兴哦。
我去挑香。小姐叫我挑香，我是非挑不可，我是非挑不可，非挑不可。23岁，正有17的知识健身，并不胜娶妻。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嘞？谁问他嘞？他问或者小姐的名字是上出来走走嘛。被红娘好好的抢不了一顿。啊，红娘，你不强迫他也罢。我不强迫他，不知道他还要说些什么疯话呢？啊，红娘，你告诉老夫人没有？啊，红娘们不曾告诉老夫人。啊，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啊，小姐你看，遇到冬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唉，有贵无言伤心事，心在深深夜叹中。呀，小姐为何有此状态？仔细想来，小姐此态必有所过。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例，高明一些，可他是何？永生永永年，花影细细沉，此后林坳旁，不见有众生。天想就有人名字，小心，这是隐形的事，就是那个23岁不能娶妻的傻瓜呀！哎呀，好庆幸的事啊！小姐，他演得好吗？来归生节目，夫妻不方成了。
小家，我和你无所忠心，家乡儿守到天明。也是要他老夫生这块，怒气吧。家乡忙听闭门声，关门声要声去心，有心归路离空庭，一马青云寒对冰，夫人小姐，请为马安息去。长老，你也辛苦了。儿啊，这为娘嘞。有你中原，家恨无限似梦中，张先生铁木船，谁高岸谁暖门暖。今晚你何中中，托举三元，张君才来转阳，报响张年，谁惜了法当多，上访不便。又来到中南内，相见自然，有同胞登报他为郎要变，梭罗海春风。
张先生，到此之中多疑有变，请先生方丈代查。哎呀，那边好大的院子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一发带我才行才行。先生其实那边是去不得的，恰是为何？这里面是这一部崔相国的夫人和莹莹小姐。崔相国家眷为何不知官意，恰来包杀举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只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邻居，为转破林元军，路上百姓孤儿三世，积聚失踪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夫人平生世家年轻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。张先生，请。好，请。红娘，小姐开了酒门，小的。哎呀，才是女婿来了，遇上了多有不便。哎呀，这怎么好？哎呀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到这里躲一躲，躲一躲吧，张先生。哎呀，小姐快来！小姐你看，那边来是我好面去，快来呀！啊，红娘你来看。只听得哩哩应声，花外转。梦算958年，风雨泥园。张先生，啊，小师傅，这一位可是蔡家英英小姐？正是蔡夫莹莹小姐。那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。张先生，我师傅随条回来，请先生方丈代查。小师傅先行一步，小生随后便到。此次先生就来。哎呀，妙啊！你曾一心参风面，才年下天冰云边，幼女挽袖谢面点，应当本在吃开颜，结我要子教育原是谁侣，在晚风前。用子分经过了万千，是这我男生儿几曾见，我眼花缭乱看难言，闻铃儿飞去观空天，又变了万望宫殿，才想到这里，
啊
就尽管是哦。听罢这太官相思平儿传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萧师傅，张先生，我师傅已经回来，请先生方丈带茶。好，萧师傅，请。萧师傅慢走。原来是红娘子，红娘子有什么事吗？奉老夫人之命，当天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方上？我师傅正在房上。只是有劳萧师傅领路。好，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呢。张先生，请。既然这位小娘子当庭在即，小生动却不便，就请先引一步。此次稍备了，红娘子随我来。小娘举着三端杖，见不见官儿亲王？方才是成功引领花间事，如今是他有家中妻子郎，他银桥来往忙，聪明伶俐多心肠。啥代与都人小姐同空去，还需要引进门儿小妹相。是了，小娘子当庭再进回来，必定从此经过，我不免在此等儿于他，于后不可。他来了。小娘子，小生这厢有礼有了。先生万福。我们小娘子，该是时候应应小姐的侍女红娘在么？我便是何劳同等。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言出世间不可乱拔，一出人儿夜里难拔。请说吧。这个。小生姓张名公，是俊才，本官姓阮氏，年方23岁，正就是娶了知识节省，并不准问你来，你不是说你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？这份小娘子，你家英英小姐，她可查出来追么？出来便怎么样？哼！主人在草林冰上，自家年纪较一方。三寸三尺公子辈，我早不管谁中堂。先生你的情我顾，我要细细问端上。小娘子。宋继海，你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就不要复问。你要是复问啊，陪老夫人的案子你何一场？真是个书呆子。凭什么？上。
把小姐下，红娘啊，您可知这相思的债最难偿？唉，斟杯茶一满身，长须短叹，无钱颠倒真水长。是呀，我不免向和尚借得伸手一记，早晚也好再见英英小姐一面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就是这个主意哟。进东，小公，我刚知道你都没有找到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进东，小公，天色不早为爹忙，端去营里何树下，端到庙堂，在哪里？是在床旁。鸟语心如尘，银河道相迎。我们是两小，无心外是情。实践听发冲所言，是英明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。切记今夜若把风情，他才来迟。我的眼看到十分清楚。我自在贪污沙场等我来，细细真真袅袅婷婷的叽叽姑娘，开了这门背起向我。梦听得竹门儿呀的一声，东过去城里来，一相心生。我的大姐姐。
儿仔细聆听。呀，妙啊！比那是初见时雨心真。去想嘞，我听小姐她所告是什么？你只想冤枉我，到人天堂，儿子心。长老，法师真的做完了吗？是啊，小姐，你可他一夜都没有定过。哎呀，长老，你多做也可不好嘛。张先生千生一命，你也给魏王谢谢，老身也要别过了。怎么？天凉了？恨杀女人归去葬，不留片刻把我逃。有心真是无心好，多情恰问无情难。发送为我打进效果，师母就叫守将申兵符，率领5千人马为师子们口口声声要将这家莺莺小姐不要再夫人。现在但求那4个精兵，谁也不能再许他走啊！这怎么好？这怎么好呀？发送快去吩咐好人等，叫他们监视师们，快去快去！长老，启禀云老夫人，皇上逮他在手上。好。哎，先生，你往哪里去啊？小生连月半才是高台。好，给老夫人知道。这是因为我辛苦水天马死成了。哎呀，夫人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们虽将申兵符带领5000人马，将师门团到为止，口口声声要怎么样？要抢莺莺小姐助攻压寨夫城。这真生得了，长老，这真生得了哦！夫人，可要报与小姐知道。母亲，母亲。娘啊！
这真生得了，真生得了哦！母亲，事到如今，莫再怜惜儿，就将儿献于这人。现在本是太平之际，儿岂肯争过人中一生？如今这是什么娘啊！我不问过汉人等在高级共上一个太平之际，他此大难也为可知啊！母亲，儿病一疾在此，儿有无知，三有生能配得这病的，儿心愿与那英雄结为婚。对，谁不能门当户对？早晚将是喜于三人，我的儿亲。只叹委屈你俩，这才是奸人不得不我